讲哦，你几岁开始讨海的啊15岁去了5年，你家己去哦？啊，10咱去的啊，含谁啊？上江你也毋捌啊。阮大姨，恁就叫大姨婆，因囝。哦，是恁大姨，恁大姨婆，我的大姨婆祖。对啊，恁若叫就叫安，我专门做迄个，阮叫伊兄，伊啊拄只担水，遐水拢无够人用，叫船啊拍水好，拢有担水柜若无水，去古厝担水去船啊，啊，家一个王伊，哦，迄阵够艰苦。啊，我去遐拄只做6个月，我就做伙计，啊，就换人煮食囡仔饭，煮食囡仔，啊，伙计饭伙计，村长饭村长，大只饭大只，啊，拢找插活鱼啊，标鱼的，标啊3批，标鲫鱼，标5个啊，伊一支标3支起，咧插鱼，插活鱼。啊，活鱼啊，看着爱肉，啊，伊个船仔头用一个柄，用一个柄正长去，人徛伫遐，用做安尼，遐徛会知。啊，用迄个这骹脚筒仔穿哩，两骹脚筒仔遐顶连伫遐穿哩安尼。啊，这用做下底安尼，这用做担管了，你担落，用做担落时，你着爱挺身起，啊，才徛会知。底细，伊个头前用一个柄伫遐，你徛人徛。3个人，一个咧看伊走遮济，2个一个举正标，一个举倒标咧插鱼，看鲫鱼、什物鱼，若浮水面就插。